睇世界觀。上任未夠3年嘅秘魯總統博魯阿爾特民望跌至全球最低水平之一。近日民調顯示，唔支持佢嘅比率居然高達93%。佢同時面對檢察部門一系列調查，包括涉嫌是離職手去整容、收受勞力士名錶但未有申報等等。不過呢啲都只係佢面對眾多指控中嘅冰山一角。秘魯運輸工會呢日喺首都利馬嘅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工會話今次示威係要求政府加強打擊罪案。佢哋話司機同工會成員往往係持械行劫案嘅受害者。示威前一日，當時嘅部長會議主席即係總理阿德里安森宣布辭職。佢早已經被指應對治安不力，亦都冇辦法打擊非法採礦引發嘅暴力事件。喺請辭之後，阿德里安森成功避開國會對佢嘅不信任投票。分析指出，外界視阿德里安森係總統博魯阿爾特最信任嘅盟友。佢辭職除咗係對個人政治困境嘅回應，亦都可能只係博魯阿爾特嘅代罪羔羊。因為早喺3月，大批民眾就不滿博魯阿爾特未有措施應對急劇上升嘅罪案率，遊行到去國會要求佢落台。現年62歲嘅博魯阿爾特係喺2022年12月8號開始由副總統成為總統，接替被彈劾並且入獄嘅卡斯蒂略，亦都係秘魯第一位女總統。但臨危受命嘅佢之後陷入多宗醜聞，其中有傳媒揭發佢喺2023年7月失蹤咗2個星期去接受隆鼻手術，期間冇通知國會，亦都未有任命代理總統，被批評違憲。今年年初，博魯阿爾特解釋，當年係因為呼吸問題而接受醫療手術，住院期間透過視像履行職務。有整形外科醫生就質疑呢個講法，更加透露博魯阿爾特接受咗5項手術，包括隆鼻、下眼瞼手術等等，其中4項都屬於美容，但就冇透露係邊4項，只係話部分手術過程中，博魯阿爾特被注射鎮靜劑而失去知覺。除咗整容爭議之外，另一個指控涉及佢手上戴嘅名錶。警方同檢察部門人員舊年3月曾經突擊搜查博魯阿爾特嘅住所，話佢收受珠寶同勞力士手錶，估計總值超過50萬美元，折合近400萬港元，但就未有按法例規定申報。博魯阿爾特澄清名牌手錶係朋友借俾佢。對於被陷入勞力士門，博魯阿爾特認為部分傳媒有偏見。Respecto de su pregunta, de las joyas, de los aretes, de todo esto, está en la Fiscalía. Nosotros estamos colaborando muy abiertamente con el Ministerio Público, asistiendo a cada una de las diligencias y estaremos asistiendo a las tantas que necesite la Fiscalía, no solamente por el tema denominado Golden, sino por las otras tantas carpetas que me abre el Ministerio Público por cada noticia crímenes que sale en los noticieros de alguna prensa. Gracias por la pregunta. 雖然民望插水，但呢位拉丁美洲國家領導人就否認所有指控，堅持會繼續執政，直到2026年任期結束為止。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